公了，愿天不能言，地不能语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结论而的敦厚善良，造就母的完美圆满，儿的光明坦荡，照耀母的灵明清虚，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，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，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，儿的屹立不摇契入母的永垂不朽。本尊与分身关系 On call. 资料来源网址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s/d/0b_cas1zm/6/view pref equals 2 and ple equals 1 and page equals 1095389915047674483005.
母娘天。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？为天为大，